嗰個 TVB 我去到邊度都睇住，因為點解呢？我去到邊度都好中意聽歌，每個英皇歌手都必須要聽 Twins 啊，乜乜乜啊。乜乜乜先生啊，你遲下可能要轉台喎。英皇歌手拉隊走，遭熱 Twins 飛起無線。方丈不嬲都玩獨大，份人仲不嬲都好小氣噶。之前因為版稅問題，已經冇咗4大唱片公司啲歌手噶啦，今年仲冇埋東亞馬房。雖然有自家製星夢幫加入，但據知就係因為咁啊，令一直好 friend 嘅英皇都唔妥，決定約滿就唔再續啦。唔係啊，唔知邊個講啊？我哋未開會傾通常都佢哋咧差唔多完嗰陣早，佢哋 AM 嗰邊會拎俾我睇噶嘛。哦，係咩？近排已經盛傳楊生會收購亞洲對撼 TVB 噶啦噃，加上有消息指 TVB 已經內部通知咗幕後，叫各個節目盡量唔好揾呢班就嚟約滿或者已經約滿嘅英皇歌手。喂，照咁睇，爭取自由身穩陣啲喎。簽咁啊，有冇問題？唔簽亦都冇問題㗎。要視乎即係睇大家合作嘅關係有咩條件咧？冇條件就簽，停唔簽唔解嘅。其實藝員甚至親生仔都早已經發生大逃亡潮噶啦。再者，自從學王入主啊 ，TVB 偏幫星夢幫出晒面啊，咪搞到大家應難散咯。就連今年英皇新秀賽 ，TVB 都冇慣例咁轉播。如果英皇啲歌手都 say 埋拜拜，好快方丈就冇得惡晒。